大家好，靜靜雞話你知，有時無醫師工作時間比較長，放工嘅時候都會走去買辣嘢食㗎。對我嚟講，其實咧係一個好好嘅提醒，一個內在情緒好好嘅提醒。先講下食辣嘅原因，過辣包括係勁辣同埋頻繁食辣，除咗會令到我哋嘅胃部唔舒服，引致胃痛、胃酸倒流之外，長期食辣亦都會令到我哋嘅體質偏熱，會出現口乾、唇乾、尿黃等等嘅情況。喺中醫嘅角度，熱係向上升，所以咧多食辣嘢嘅人，皮膚嘅面色都會出現問題，例如佢哋嘅毛孔會比較粗糙。又或者身體出現一啲頭面部嘅問題，例如係頭痛啦、頭瘡，又或者暗瘡等等。至於食辣嘅原因咧，其實有幾方面。第一咧就同天氣有關，比較濕嘅地方，例如泰國啦、香港等等，都會透過食一啲辣嘅食物，讓身體咧微微出汗，從而達到去濕嘅效果。另外寒冷嘅地方咧，其實好多時咧都會透過食辣去驅寒嘅。第二就係體質脾胃比較寒濕，又或者陽虛寒盛嘅人，佢哋咧亦都會透過食辣驅寒去濕同埋溫陽。第三就係喺味道上面嚟講咧，辣味即係辛味係其實係入肺嘅，肺同時亦都主管咗我哋悲傷嘅情緒。適當食辣咧，其實可以抒發到我哋嘅肺氣，同時有一個疏肝解鬱嘅功效。而喺西醫學上面，透過食辣釋放內啡肽嘅快樂效應咧，其實係不謀而合嘅。至於食邊一種辣最好呢？首先當然就係唔好食得過量過辣啦，尤其是喺夏天同埋乾燥嘅季節。辣其實咧應該係以暖胃驅寒為主，有時咧食咗之後，我哋有少少氣，其實係最好嘅。最明顯咧就係中藥裡面有一啲嘅胡椒、花椒、八角、豆蔻、薑黃成分嘅食物，例如係一啲印度咖喱啦、胡椒湯等等。提一提大家，如果辣嘅食物裡面有太多嘅蔥蒜，都會令到我哋心煩。好多時喺我哋食完之後，當我哋靜落嚟嘅時候，就會有呢一種感覺。而如果我哋好想以食辣椒油為主嘅食物，好多時其實係因為刺激到舌頭上面嘅一個痛感，而呢啲其實同我哋嘅情緒係好大關係，亦都係由於辣椒油容易耗氣傷陰，導致口乾舌燥、胃火過盛。佢容易因為咁樣咧，亦都會令到我哋特別多胃痛同埋便秘嘅情況。咁希望咧呢一集可以幫到大家了解到大家點解咁鍾意食辣。多謝收睇，拜拜。鍾意呢段片嘅記得 like、share、comment 同埋 subscribe。如果有咩 topic 大家想聽，歡迎留言俾我。中醫或者身心靈嘅角度都冇問題，最緊要記得撳埋個叮叮鐘，咁樣你就唔會錯過每一段片啦。